在那一天，耶穌從家裏出來，坐在海邊，有許多群眾集合到他面前，耶穌只好上船坐下，群眾都站在岸上。耶穌就用比喻給他們講論了許多事，說：看，有個撒種的出去撒種，他撒種的時候，有的落在路旁，飛鳥來把種子吃了；有的落在石頭地裏，那裏沒有多少土壤，因為土壤不深，雖然很快發了芽，但太陽一出來就被曬焦，又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。有的落在荊棘中，荊棘長起來便把它們窒息了；有的落在好地裏，就結了果實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的聽吧。門徒來問耶穌說：為什麼你用比喻對他們講話？耶穌回答門徒說：因為天國的奧秘是給你們知道，而不是給他們知道。因為凡有的還要給他，使他富足；但是凡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奪去。為此我用比喻對他們講話，因為他們看是看，卻看不見；聽是聽，卻聽不到，也不了解。這樣在他們身上正應驗了依撒意亞的預言，說：你們聽是聽，但不了解；看是看，但不明白。因為這百姓的心遲鈍了，耳朵難以聽見。他們閉了眼睛，免得眼睛看見，耳朵聽見，心裏了解而轉變，使我醫好他們。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為看得見；你們的耳朵是有福的，因為聽得見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有許多先知和義人，希望看見你們所看見的，而沒有看到；希望聽見你們所聽見的，而沒聽到。那麼你們聽這撒種者的比喻吧。凡聽天國的話而不了解的，那惡者就來，把撒在他心裏的奪去。這是指撒在路旁的。那撒在石頭地裏的，是指人聽了天國的話，立刻高興接受，但在心裏沒有根，不能持久。一旦為這話發生了艱難和迫害，就立刻跌倒了。那撒在荊棘中的，即是指人聽了天國的話，卻有世俗的焦慮和財富的迷惑，把話蒙住了，結不出果實。那撒在好地裏的，即是指那聽了天國的話而了解的人，他當然結出果實，有結100倍的，有結60倍的，有結30倍的。上主的話。